喂喂喂，各位同学仔，今日我们要裁解一篇文，里面可能在书度见过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明它有幾徑呢？它就是蘇洵的《六國論》。嗱，你哋唔好以為咧，篇篇文咧係問到抽筋嘅歷史堂喎，完全唔係。其實咧，佢根本就係一封包裝得超靚嘅乜味投訴信，係一個叫蘇洵嘅大學者寫俾當時全天下最有 power 嘅人，宋朝皇帝睇嘅。哇，究竟佢想投訴啲咩呢？好，我哋而家就即刻潛入翻去國安法現場睇下。首先，隆重介紹我哋嘅主角呢位投訴人蘇洵。大家唔好以為佢係嗰啲淨係識得講古嘅阿伯啊，佢其實呢係一個超級關心國家嘅熱血公民。佢見到當時嘅北宋王朝，哇，問題多到爆，真係擔心到頭髮都蝕晒啊！嗱，俾個背景你哋先，時間翻到去公元1500年，當時嘅北宋真係一個頭兩個大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北方有兩個好打得嘅惡鄰居，遼國同埋西夏，成日都嚟搞正。咁宋朝政府點樣應對呢？佢哋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擴建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就係好似打機咁，不停俾錢俾絲綢，諗住可以買到和平咯。蘇洵見到呢個情況，真係提到贏荷包，但係佢又冇可以直接衝入皇宮，捉住皇帝條龍婆話：喂，你咁樣做同送死有咩分別啊？如果咁做，分分鐘自己個頭都冇埋咯。於是呢，佢諗到條絕世好招，就係寫一篇文講翻千幾年前嘅歷史故事。呢招呢，就係我哋成日講嘅結古諷今，用古代嘅例子嚟串爆而家嘅政策，係咪好高招又安全呢？OK， 咁到底呢封未乜投訴信嘅封面故事係咩呢？蘇洵表面上就扮到好學術咁，話要同大家解開一個歷史大謎團，就係諗翻當年戰國七雄裏面個6個國家，明明個個都唔係善男信女，點解最後會一個一個咁俾前國 KO 晒，搞到齊齊滋滋收場呢？首船一開波就冇同你客氣噶，一句嘢就定個震撼彈出嚟。佢話6國之所以會玩，唔係因為佢哋啲兵器唔夠叻，又或者打仗技術差，真正嘅致命傷係在於佢嘅走去慰勞陳國。哇！一嘢就打沉晒所有當時流行嘅藉口，直接就擊中嘅死血。跟住呢，佢就好聰明咁將6國分開2組。第一組呢，我哋叫佢擴金組，好似漢、魏、曹呢啲國家直接割自己啲地被陳國，諗住買個安樂。而另一組呢，就係死撐組，好似齊、燕組，佢哋雖然冇擴金，但最後一樣都係收皮。點解會咁？蘇洵就話，因為擴金組自己落嚟衰，自廢武功，講到死撐組冇晒 friend， 變成咗孤兒仔，咁最後更是係俾陳國捉個擊破啦。我哋再睇真啲，呢班死撐組係點樣花式送死嘅？首先係齊國，佢淨係時時都喺度食花生提議，見到人哋俾人打都唔幫手。跟住燕國諗買啲絲綢，走去派刺客搞暗殺。點知失敗咗，仲激嬲埋秦國。最慘嘅係趙國，個國王信錯晒啲豬隊友，自毀長城，將自己最勁嘅將軍李牧殺咗。所以你睇佢哋嘅共同點係咩？就係冇晒盟友，好似打機變咗單機屋咁，一個人點夠打大佬呀？成件事就好似推輪第一隻骨牌咁，一個冧就全部跟住冧晒。好，撞咗咁多大歷史故事，係時候要擊開謎底啦。其實蘇洵寫咁大篇文，根本就唔係想同大家上歷史堂。佢真正嘅目的係好似拎住一塊4K 超高級嘅照妖鏡咁，就住當時嘅皇帝，然後同佢講：喂，陛下，你閉大眼門睇清楚啲，你而家做緊嘅嘢，同當年6國嗰班傻仔做嘅嘢，根本就係一模一樣，都冇出嚟噶。呢個呢，就係成篇文最屈機嘅一個寫作技巧，叫做借古諷今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用古代嘅故事嚟串爆而家社會嘅問題。而呢個技巧就係解開蘇洵呢封密密投訴信嘅萬能鎖匙。來啦，全場觀眾請注意，那張可以話是最重要的一張圖，
大家看一下那个對比，左邊六國面對強大的秦國入侵，他們的對策是割地求和。好，再看下右邊，蘇洵身處的北宋，面對遼國同西夏的入侵，他們的對策是什麼？就是每年氪金，逼前同絲綢，官方叫法是稅幣。你都聽到了沒？歷史根本就是不斷的幹複製貼上，完全是同一個劇本啊！所以呢，在蘇洵眼中，無論你是割地定是氪金，根本就是同一種的存在策略。你以為這樣做可以暫時餵飽這老虎？錯，你其實只會將這老虎養到又肥又大，令到它的胃口越來越近。那種做法就正是我們所講的引進止渴呀。OK， 我哋而家知道蘇洵想倡啲咩啦，但問題嚟啦，點解呢篇文可以流傳千古，成為經典中嘅經典呢？答案就係因為佢嘅說理技巧真係神擊，勁到連當時嘅文壇大佬歐陽修睇完都讚不出口，即刻令到蘇洵聲名大噪。咁我哋一齊嚟偷下師學下嘢啦。嚟啦！千古名著出場，呢句絕對係神嘅比喻。蘇洵話：以地事前，猶抱星照火，誠不盡，火不滅。意思就係你用土地去侍奉秦國，就好似攬住一大堆柴去救火咁。喂，啲柴都未燒晒，嗰火有點可能會熄啊？係咪哇一聲抄成章抄易明，一聽就入晒腦，想唔記得都難啊！我哋而家就嚟拆解下呢個神記比喻啦。首先，星即係啲柴，代表啲咩？就係六國割出佢嘅土地，或者北宋俾出佢嘅稅幣。咁火呢？個火就係秦國、遼國、西夏呢啲侵略者嗰種無窮無盡嘅慾望。至於篝火呢，嗰個動作就代表住嗰種好天真嘅諗法，希望可以換到短暫嘅和平。你話係咪似嫉妒不得了啦？除咗比喻之外，蘇洵仲用咗好長精嘅對比論證。佢首先指出嗰錯誤嘅做法：諸侯之地有剩，包情之餘胡厭。意思就係話，你哋手上嘅土地係有限嘅啫，但係秦國嘅慾望係一個湖底深潭。你用有限嘅資源去填一個無限嘅黑洞，點可能填得滿啊？咁正確方法應該係點？就係呢句：兵力適行。簡單講就係教齊所有兄弟團結一致，相求對外，一齊去打賴大佬。好，咁講到呢度，我哋嚟到最後一部分啦。究竟蘇洵下咗咁多心機寫呢篇文，除咗想點醒當時嘅皇帝之外，仲想同千年之後嘅我哋講一個點樣嘅大教訓呢？呢一句就係佢直接叮俾統治者嘅終極忠告：為國者，勿使為擊威之所劫財。意思就係做一個國家嘅領導人，你絕對唔可以俾敵人日積月累返嚟嘅威勢嚇到國亂。其實好多時候，我哋最大嘅敵人並唔係外在嘅對手，而係我哋內心嘅恐懼。因為呢份恐懼會令我哋做好多又斷色又愚蠢嘅決定。所以總結嚟講啦，六國最終玩完嘅真正原因係咩？就係4個字。目光短淺，為咗眼前嗰少少短暫嘅安寧，竟然犧牲咗長遠嘅生存機會啊！呢個教訓其實唔單止適用於治理國家，我哋每個人做人處事都係一樣噶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嘅拆解咗差唔多到端度啊！最後我想留翻一條問題俾大家翻去諗下，就係當你面對人生中嘅各種挑戰，無論係考試、比賽定係其他嘅困難，你可以選擇報先就火，用啲小聰明去暫時逃避問題，定係你會選擇並力使向，集結自己所有嘅力量去正面迎擊呢？呢條問題好值得大家諗諗噶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